镜头转来到国内，罗总统伫双十演说，讲会继续推动第二届的能源转型，包括风电、光电，还有地热，来确保供电稳定。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地热的部分会为10个地点内底经4个出来，上近月底开始探勘。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确保电力稳定供应。总统赖清德伫双十演说当中强调，会推动第二届能源转型的政策。只是国内即马除了风电甲光电以外，其他能源就是地下烧气、海洋能甲氢能。经济部长郭志辉11日伫立法院受访，伊讲到国内地下烧气探勘的进度，4000公尺的这个地热探勘这个在月底之前就会开始。那么这个如果成功以后就可以快速的。来复制到其他的这个地点。经济部表示，今年会伫宜兰挖国内头一口新站的地下烧气。不过，学者指出，台湾的火山型地下烧气无济，敢若伫大屯山等所在才有。想要发展地下烧气，挑战是袂少。火山型的地热，它的这个含硫量很高，那所以呢，容易腐蚀这个管线，而且堵塞这个管线，所以它的开发成本是蛮高的哈。能源转型的政策当中，佮包含小水力等力能。目前经济部会利用水等下流动推动发电机，不过佮咧规划。有学者提醒讲，小水力国来开发是强要进步，要考虑到大水期的问题。也若海洋能虽然花莲外海有污浊，不过发电海流敢会造成海洋生物的伤害，这嘛要考虑。伫氢能的部分要掠碳。甲防汛的问题要解决。你要滤清的话，就只能电解水产氢。那电解水产氢，我们台湾其实目前并没有企业或者任何产业在做大规模电解水产氢这件事情，所以我才说它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学者认为讲，台湾要发展氢能等力能，按算阁要开10年的时间。郭志辉表示，稳定用电的电厂计划需要地方政府甲个人的支持。那阵立法院的2000亿的补助无法度过，台电会较辛苦，希望得到立委的支持，避免影响到物价。记者综合报道。